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医生啊，护士啊，医生，拜托，让我看一下，拜托。那听讲你才出来看啦，胡书记，来插面。水，妈！应该是电话打掉，咩咪啦？阿喜啊！哎，咱来规间厝拢无半个人啦。哎，迄张太太毋是人咧破病，忙搁放空尔。阿喜哦！我就知道妈的病不能拖，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办？不要急，医生会看。阿姨呀，阿姨呀，你也知我是啥嘞？哎呦，咱唔知诶。你安尼沿路吼，迄个江太太，安尼规家拢安尼直走来遮，大家拢冇看到，哪有迄个唔知啦？阿母，我妈妈实在是病啊足严重诶，即摆咧急救啦，我唔知。我知影，互医生看就好啊啦。阿姨啊，紧诶，你紧去台北一逝啦。去台北？嘿啊。创啥？哎呦，秀莲哦，甲大红伫喺关啊，讲什么会庆杀啦？庆杀？嘿啊。你是看到啥物罪遐严重？啊，都阿三啊，打电话来，我敢会骗你哟？但是心要因妈妈。哎呦，这医生管对无？都有时医生甲护士伫个就好啊啦。阿姨呀，这秀莲哦，即摆人真是叫拖累着哦，迄是为啊足可怜的。伊家己一个查某人尔呢，一定会惊死的啦。你哦，绝对要甲斗相共的啦哈。阿母，阿三毋是即摆咧台北处理。即款法律的代志是毋是爱找律师较好啦？哎呦，是妹啊！阿喜吼，伊做警察，伊嘛知影讲这法律的常识。阿三啊，就是无办法，伊毋才会打电话转来。哎呦，这落代志哦，都毋免恁两个伫咧遮咧斗无闲啊！你若袂放心的吼，欢喜的去。我踮咧遮吼，顾江太太啦，安尼毋对用的啊。我毋是不爱互阿喜啊去，我想讲互伊较晚才去啊。医生就讲。我妈妈做危险的，我是惊迄讲。哎呦，是呢。等吼阿喜也留喺遮嘛无路用，但伊也毋是医生，毋是讲伊留喺遮，恁老母的病就好啊，对无？阿姨呀，紧的啦，讲会庆善呢。是
是咩啊？阿母讲了无唔对啦，直接我就到三工，我起来台北看卖，我念完就转来啦。哎，来啦，好哦，你紧去啦，紧去啦！啊，看若有啥物消息的时候，紧敲电话转来哈。哎，多谢。真久无看，阿姨啊，我知影讲你即摆来这是要来接庇我，对无？我嘛知影讲，我无甲小玲照顾有好，也毋过至少我已经受到我应当受的报应。他说若是无啥物代志，我想要离去。 你这几个月就好啊！你家己算是查甫囝，我真后悔，当作我秀玲对你走。我嘛足后悔讲，我去带着小玲。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秀玲对你真好受罪，你还讲后悔？都是因为我害着伊，所以我才会后悔。 我知影，即阵所有人拢在责备我，拢在怪我。也毋过你敢捌想过，啥物人捌支持过我？秀玲对你走，就是支持你啊！小玲支持我，他说伊若是支持我，伊是安怎一感觉毋提提靠靠？是安怎我摕钱转来，伊拢无讲讲句我好话互我听，是安怎无好我考验我？ 是伊家己无出头，怨天怨地，你还佫讲秀玲毋是？我毋对，我就是咧怪天公伯啊！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是安怎对待我遐尔无公平？回头讲，我即摆已经有够衰啊！阿姨啊，你规气去甲因讲，叫因甲我拖去庆山。 他说：“讲我若是死，啥物代志拢解决了。庆山，你讲啊遐尼简单，秀玲要安怎？面具要安怎？好啊好啊，你莫搁摕小玲搁面来压我。我已经叫要叫因逼到无法度喘气啊。他说讲小玲若是要改嫁，都互伊去改嫁。面具要发人阿爸，我嘛袂反对。” 因为我已经无迄个资格通好做人阿爸，嘛无迄个资格做人的阿，我更加无迄个命头去记小玲阿爸。我即马需要家庭，啥物货拢无。你讲，我活伫这个世间有啥物意思？你讲，你讲啊！ 阿姨啊，我警告你，我不准你搁去找律师来救我。我更加不准你来可怜我、同情我。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我无听到啦！我甲你讲，我陈小喜拍断手骨电都用的人，我对每一个人拢有信心啦。你看咱歹，我也是同款，我感觉请律师来替你辩护。阿姨啊，阿姨啊，阿姨啊！ 阿姨，
姨啊，大家时间了。即马吼，秀玲证明伊事先唔知影这个代志，较等伊领钱甲报出来。那阮阿爸呢？恁阿爸一时糊涂做唔到代志，可能互关一阵啊。我阿爸是做啥物歹代志，要互人抓去关？英瑶，莫搁卡啦，啊，只是叫你讲吼，家己本身要较坚强啊，对。对啦，不管吼厝发生啥物代志，囡仔人即马上重要是你的功课，只要你好好读册，后摆呢，你就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啊。对，你若伊也这吼讲啊足对啊，你吼啥物拢莫甲管，好好读册，安尼就无毋对啊，知无？哦。林秀玲，你也在这？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秀玲啊，莫搁哭啊，啉一杯仔茶吼，看会较冷静的无？当初时哦，我咧含金拖来台北，迄就错啊。迄阵我有伊的囡仔，可是我若无缀伊去台北，歹一间洞伫个庄口，我嘛活袂落去。代志过吼，就拢过啊，咱大家拢莫搁提起啊。即摆吼，上界重要讲吼，是要安怎来解决啦？阿姨啊，阿土这你到底有法度无啦？贩毒是重罪，由于阿土啊，人生悔改，法官啊念伊是初犯，看是判较轻一煞，若无吼，真困难啊。阿姨，莫搁再替金土讲话，伊应该受淡薄仔教训。无你即摆有啥物拍算？为伫以前，伊也毋捌饲过我甲囡仔，我会搁去上班趁钱，甲明勇两个人相依为命。咱吼凭良心讲，阿土若去用乖吼，对秀玲来讲是较好啦。啊，无若迄波转来吼，毋是要讨钱，啊无就要抢钱安尼啦。迄个吼世界拢无放假赛有啦。你无转去庄卡，你阿爸要安怎呢？顶届来啊，你就超工甲阮相拼。你知影你阿爸偌伤心？我伫个台北的生活过得无好，我来甲恁联络，阮阿爸的家丑，莫连累恁啊。阮阿爸敢知影我的代志？知影啊，阿姨啊都有甲往爸叫甲通知啊。你为啥要甲伊讲呢？伊即嘛知影，一定足烦恼。秀玲，转来啦。别人是成功，才会倒转去故乡。啊，毋过亲像我安尼，我实在是做袂到。
秀玲，你知恁爸有偌伤心无？你袂使为了顾着你面子，唔顾你阿爸。对，阿姨也讲我足对。秀玲，你袂使讲为着你的面子，面子是结了偌济钱啊！你敢知影？恁阿爸是安怎生活？是咧捡米纸咧生活。你哦，若等下工去找一间工场，食一个头路，恁规家大斗阵，毋是足好诶。对啦，我替民玉办转学啦。恁阿爸老啊，你有责任要甲友好，你也陪伴伊才对啊。妈，迄天警察来的时阵，我真惊，我的同学拢笑我无爱上课啦。秀玲，不过安那，为了囡仔，你嘛是爱转去啊，是毋是？喂，阿姨啊，嘿，秀莲代志安怎？好啦，好啦，我才叫王伯去通知帮我师嘿，好，阿妈，我来，阿妈，我咪转来。转来啦，好。哎呀啦，哎呦，拄则阿姨啊，打电话转来，煞袂记甲讲哦，恁奶奶即马破病，甲足伤重，伫咧病院啦。哎呦，食老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啊，头前安尼遮尔歹，就安尼煞袂记的啦，老翻天。好啦，紧来看你阿妈，好来。医生，安怎？怎么样？我已经尽力啦，眼睛看起来就行，我嘛无多歹势。撑着点儿，妈。我婆婆已经回去带了。小妹啊，你看看。奶奶，你们来了。参加了后代，就交给你了。妈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江太太啊，你放心啦，这个囡仔哦，我会好好来照顾啦。陈太太，如果你有了孙子，有一块肉，你分给谁啊？当然是公家分啊。不行，我的孙子要多一点。好啦，他到这个时阵啊，你还搁咧计较遐济？好啦，你放心，恁孙吼，我会加分一寡予伊，安尼唔就好吼？你不要骗我，我死了，你会看得见。你不要骗我。哎呦，袂啦，他这落代志敢有法度去安尼称君称娘哟？我答应你啦，我绝对吼会足疼惜伊，我会加分一寡予，啊无吼，恁若唔相信，无我手抓啦，好无？哎呦，妈，江太太啊，奶奶，江太太，奶奶，啊，我都还袂手抓咧，你嘛听我讲完。奶奶。没有事，我只是休息一下。侥幸哦，啊你安尼吼，害阮安尼有要惊死有影，你慢慢下惊阮。就抓。好啦，我就抓啦吼。以后吼，我对恁孙
啊嘛是算阮孙啊，金良啊，甲玉凤啊吼，假使讲我若有偏心吼，啊我吼真正着，江太太啊，奶奶，我